30日，伫台南市中山球场登场的媒体联队垒球友谊赛，参赛队伍有台中、台南两支媒体联队，台南市警察局以及议员蔡小伟服务处等4支队伍。赛程分为上午甲下晡2场，4支队伍进行互相比赛。来自无同款式的球队以球会友，纷纷表示对这次难得经验拢印象深刻。今天很感谢，就是台南媒体队邀请我们来这边打友谊赛哈，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因为这个球场老实说非常的棒，然后今天天气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很多球友都很开心，就是说可以来这里尽情的打球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慢速垒球运动呢是老少咸宜，然后呢，我们台南的媒体朋友其实平常欠运动，我们也希望他们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多多出来晒晒太阳啊，运动一下。那垒球运动的话，其实它门槛比棒球运动要低很多。我们也鼓励所有喜欢运动的朋友啦，可以来试试看。然后呢，有兴趣的话就来打打球，打打看，然后我们一起打球，蛮快乐的啦。很高兴代表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来跟我们台南的媒体队做个打球联谊赛了那大家也都互相球技切磋，也打得非常愉快那希望有机会还能多跟那个媒体队我们再来进行相关的联谊。很高兴今天呢，台中队的媒体以及我们的警察队都来到我们台南跟我们台南的媒体队以及蔡小薇服务处的这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垒球杯赛，进行一个非常快乐也是健身的一个好活动。那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虽然防疫之际，大家一定也要保持好体力，训练锻炼自己的身体。这场友谊赛原本应该是台南市义中杯媒体垒球锦标赛，全台各县市总共7支媒体联队报名参赛，但因为疫情的缘故，大会决议将比赛延期举办，改为规模较小的友谊赛。虽然已经缩小了比赛规模，不过也是让这次参赛每一支队伍有了相当难得又够健康的运动交流体验。同时，嘛期待疫情会当早日平息，等待台南市义中杯媒体垒球锦标赛正式到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